阿陳總今日嗌我嚟睇下呢個樓盤，4、5年前嘅話佢買咗23000，咁依家嘅話呢個發展商依家已經認清咗市場，澳門本地人嘅發展商11000到13000，加推7棟。你睇下佢啲小區嘅園林做得係比較靚嘅，小橋流水就係一級一級上，祝大家步步高升，恭喜發財。首先講下呢邊嘅優點，第一個坡地式洋房，容積率1.5。第二個，澳門人嘅精工嘅品質，佢嘅對品質嘅要求比較高嘅。第三個，佢嘅裝修嘅交付嘅標準係特別高嘅。第四個嘅話，佢呢個小區屬於現樓，而且係博愛路少有嘅品質樓盤，細節性係做得比較好嘅小區之一。當然佢都有啲缺點。第一個嘅話，呢邊嘅學區一般般。第二嘅話，附近目前嘅配套咧，你要去到 Coco City 同埋富日城嗰邊先可以享受得到。呢邊現時嘅生活配套係比較少嘅。總結一句嘅話，呢個小區目前降咗價之後嘅話，係適合佢呢個品質嘅。畢竟呢個小區住喺裏邊真係小橋流水、鳥語花香，退休生活多麼的愜意。歡迎大家翻嚟睇一睇。